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7月19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铁工局伫咧5月18号召开的东区铁路地下化第一场公听会，只有通知到部分的东区土地所有权人。虽然经过第一场主席裁示要改办做4场作为弥补，但却无登记伫咧会议记录当中。伫咧第2场公听会召开进前，就引发自救会成员的强烈不满。上午台南铁路地下化的东区第2场公听会举行，伫咧举行进前，自救会成员伫咧进入会场进前，就先质疑这场公听会合法性，包括真侪权利相关的民众拢无收到开会通知批，以及会议记录无确实等等的问题。公司信他们说有寄出去，但是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收到。比如说像是我家，他们把那个地址呢送到青年路1号，那根本就不是要被征收，不是我家真实的地址。然后呢，他们就说好，那他们要开这个公听会，所以但事实上有非常多老百姓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席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为了弥补这样子一个缺失，这个主席呢，他说那我们就来办4场东区的公听会。那事实上呢，你如果看他们所发布的会议记录呢，他连这件事情也把它删掉。也就是说，他们看起来还是坚持只有办2场。至于公听会上面讲的那些话，全部都是屁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政府这些官员完完全全就只是要跑程序而已。在这个状况，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公听会就这样子通过呢？当时自救会依据土地征收条例施行法规的第10条，主张第2届的公听会是违法的，无任何的法律效益。伫咧会前，因就明确表示会用安尼诉求，希望这届公听会当延期，或者是改做说明会形式来进行。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针对铁路地下化计划，上午铁工局举办东区第2场的公听会。一开始，自救会成员就不断提出定数问题，并一再质疑这届会议合法甲正当性，要求主席要停止这场公听会。但主席依然坚持要开会，双方争吵到后来爆发激烈冲突。有关铁路地下化土地征收问题，东区第2场公听会上午召开，为着要预防冲突，现场安排了大批警力。伫咧会议还未正式开始进前，自救会成员就不断提出定数问题，要求主席应该要停止这届公听会。自救会会长陈志孝更明确指出，这寡公听会根本无真心要甲人民沟通，只是单纯要找定数，然后强制来征收土地。但是各位去看看他所谓的会议记录，完完全全把这一段删掉。他在里面把没有那个进通知土地权的这一件事情全部删掉，他也把这个关键那一天会议里面关键的一个主席的一个裁示完完全全删掉。其实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跑程序。对着自救会成员不断提出抗议甲定数问题，主席施文祥一再强调，伫咧会议进行当中会一一来做说明甲解说，但这款的讲法，互自救会成员无法度接受，双方无共识。没有回答到，或是我们故意略过的，那就当场回答，而且都列进去啊。那好，那接下来你那个等一下你好不好？等一下，如果针对这些有意见，等一下你再发言好不好？啊，好不好？让我先讲一下。你连讲唔讲啊？开会呀！
真的是不能再开下去了。为什么你们在开的时候，现在就在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疑问。为什么？你告诉我啊，这个难道程序不是公平？这个程序公平吗？你吞到背谁吞到够搞，真叫够搞，今仔没开，没开啊，等你想看要咱和我沟通，他就讲。在伫双方有缘伫咧争吵定序问题时阵，主席施文雄忽然间自行来宣布正式开会，引发民众强烈不满，也因此爆发冲突。现场的冲突，就伫咧侪民众去游说警察人数压掉的，赶出会场以后，现场一片乱七八糟。虽然安尼，但公听会有缘持续进行简报，以有效会议方式进行落去。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上午邀集台南市20多间长照业者，召开长照政策的记者会。伊认为长照机构一般户并无被政府列为补助的对象，所以伊推出针对长照机构一般户每一个月补助6000块这项老人的福利，要来争取选票。政府所推动的长照2.0，不但服务项目增加，对象也对咧扩大。不过，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认为 ，ABC 型的长照服务并无法度解决实际的问题，强调伫长照机构的老大人通常是较严重的患者，必须付出袂少的费用。但现在政府只针对中低收入户提供补助，所以也发出一般家庭每个月补助6000的口号，来减轻少年人照顾长辈伫时间上甲金钱方面的负担。中央政府在做的所谓长照2.0，台南市政府继续协助中央政府在 ABC 点给予各项的辅助。那另外呢，在中央没有照顾到2.0没有照顾到的一般机构里面的一般老人的现金补助，我们希望给他现金补助。那我们考虑到整个的一个这个的财务状况，我们是给他一个月给他是6000块，一天给他200块，一个6000块。那这样1年就7万2。那现在台南市政府所管辖的机关，大概有8800多个这个老人，那有800个已经有低收入的补助，那是照常。那未来就是一般户里面才有8000户，所以这个花起来大概是5亿多了。同时，伫面对个人化的问题，颜顺泽认为，除了照顾以外，阁要为有方面开始做起，所以伊也推出3合堂长照政策，包括老人食堂、老人学堂、甲老人公堂，提供用餐、学习甲工作的机会，互老大人活了更较有尊严。所谓3合堂的核心就是3个，一个是它是老人食堂，大家这个出来共识，你要当这位开讲，爱当注重这个营养。嘛，较袂遐无聊。第二就是老人学堂、老人课堂，有点类似社区的老人大学一样。我们会还有学位给他，比如说读了4年之后，那我们会给他一个学士的学位，在4年之后给他硕士的学位哈。那我觉得这样子可以让老人在学习有一个目标。那我们会请专业老师来教他一些动态、静态的一些活动。那第3呢，就是老人的公堂，老人公堂。那最主要是我们看到很多传统的产业哈。他缺少了劳工，那很多老人呢，虽然是已经退休，但他的整个的肌肉力量、他的平衡力，他整个还是非常的好哈。所以能够借着这个老人公堂，用一些手工引进来，让他去做以件论酬，让他能够来这个地方拿到一些酬劳，那也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个经济的能力、经济的生产力，对整个社会也是有帮忙。而这2项有关老人福利的证件，也得到20多间拥护之家的支持。但市长参选人颜顺泽也希望借此营造大台南成为友善高龄的城市。但新闻这山林根采访报道。
外交部的网站引用开罗宣言，强调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前，议员李文静以及学者的抗议之下，即马伫咧外交部的网站已经暂时看袂到。但这个行为也引起中国不满。面对中国各种发言，外交部煞拢无回应。议员要求外交部应该爱表示立场。过去外交部网站顶面的台湾国际法地位说帖，拢是引用开罗宣言，强调台湾主权属于中华民国。在议员李文静甲学者的抗议之下，外交部的网站已经暂时看无到这个说帖，但这个动作嘛引起中国不满。至于面对这个不满，外交部拢无正面的回应，对此议员嘛要求政府爱表达立场。我想，这个为着讲支持这个开罗白贼话，中国的国台办啊，和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啊，因着安尼轮番啦，伫遐来伫咧，表示讲因中国的立场啦，但是呢，咱即马看倒转来讲，咱台湾应该咱就有爱表示咱的一个意见嘛，表示咱的态度嘛，但是咱并无看到安尼所以咱今仔日咱开即个记者会，最主要就是讲，即个同中国的即个国台办，即个外交部。因伫遐安尼一个当机一个倒头，伫遐车轮战，伊伫遐对咱甲即个开罗宣言说帖、甲撤销、摕掉的即款的代志，因伫遐转意见的时阵，咱的即个台湾的外交部，咱应该咱嘛着爱，出来讲话才对。但是咱无看到议员李文静伫会中再次强调，开罗宣言对台湾非常不利，甚至会缩减台湾的国际空间。但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市府交通局为着要让市民更加了解先进运输系统，因此举办先进运输系统的 logo 创意设计竞赛，全部奖金高达20万，鼓励所有的设计歌手踊跃参加。随着前瞻基础建设的条例通过，嘛确定台南先进运输系统的南线第一期将纳入计划。市府交通局嘛特别举办先进运输系统 logo 创意设计比赛，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市民更加了解先进运输系统，嘛期待得到符合台南意向的 logo。这次的一个前瞻计划，我们的把绿线还有我们的一些蓝线的第一期纳入哈。那尤其我们的第一期预算，我们的蓝线已经纳入哈，正在立法院做审核哈。那为了推动我们的先进运输系统哈，让民众可以更了解，能更参加好。那我们办理这次的活动，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号召我们的全国各设计院校的学生哈，或者是设计的高手哈，来共同来参与这个一个 logo， 还有一个物资一个设计哈。那我们整个的活动哈，我们即日起我们到9月25号截止哈。那我们整个的奖品非常丰富哈。那我们总奖金有大概是20万哈。那第一名金奖有66万块哈。奖品非常丰富。那我们希望说各路的设计的好手共同来参与。
这摆总奖金高达20万，第一名都有6万块的奖金。市府嘛将特别制作一卡通的票卡，成为有纪念性甲宣传性的票卡，甚至有机会在未来先进运输系统正式启用时，成为正式的 logo 参考元素。这摆证件将到9月25号为止，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上网查询报名。台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50多年前，台湾有一块重量达到6吨、年岁超过2000吨的花梨木树瘤，去日本人买走。经过半世纪以后，台南满岛一对翁仔某伫咧日本的东京发现。用了将近4天的时间，总算让这块树瘤搁转来到咱台湾。即马就放伫咧因所经营的 Hinoki 精品店内底，要来提供给民众免费参观。这个重量达到6吨，比人搁较悬的花梨木树瘤，已经超过2000年的树龄。50年前，被日本人为台湾买回去。阿来比本身专门咧收藏台湾 Hinoki， 住伫台南满岛的林姓人翁仔某，伫日本行道发现，用了将近4天的时间，才为国外竞争对手的手中改买回来，规定会当讲是非常的坎坷。当初就是我们有跟他大概谈妥了之后，就有大陆人有讲说要加2000万要跟他买。他不要的意思是因为他早期听爸爸说这个是从台湾买过去的，所以他希望能够把台湾的东西还给台湾，所以他才认为说他怎样都要卖给我们，让我们把它带回台湾，然后放在我们的店好好收藏这样。这个超级大的树瘤，大约用了1礼拜的时间，坐过几海运，才转来到台湾。现在被放伫咧林姓人翁仔某经营的 Hinoki 精品店，互民众观赏。而不少人也因为伊特别的外观来停下脚步，而伊是台湾的定国之宝，也赞赏林姓人翁仔某用行动来表达爱台湾的心。台新闻综合报道。出身嘉义布袋小总理老师，自国小开始就非常喜意画图。而且伫咧成长的过程，一路以来拢坚持要将画图来当做伊生活的一部分，也因此累积了侪无同款类型的作品。无论是风景画作所呈现的美感，或者是这类活灵活现的模样，小总理老师拢表现啊10分的出色。因为伊自细汉就对画图有兴趣，自国小就开始画图的伊，画图的经历已经将近70张，所以每一幅图伊的色彩变化、画面比例、光影的对照，小总理老师拢掌握得非常适当。其中画人物上界重要的就是眼神，眼神若画了好，这幅人物图就成功了一半。以前那个素描哈，我都很用心把它建立起来。然后再改成彩色油画。那人物画画当中，我最喜欢就是人物画。人物就是因为那眼睛的眼神非常重要，要把那个眼神画出来，不然的话就是好像没有生命力哦。之后我再画其他的部分，天天在画这个东西，我不觉得疲倦，就是一直画下去就对了。啊，这次的画展就是因为我画了很多的东西。经过美学馆的邀请，我就展出，就是以人物画为主，哦。说100多幅画当中，就是我是希望参观者不吝指教我的缺点，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小总理老师除了伊家己本身高超的画图技巧以外，对教学也相当的用心，所以伊的学生拢对伊相当敬佩。他是用他的心。他的眼睛去观察、去揣摩，而画出来的每一笔，都体现了他那种对艺术的追求，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出来。这届小总理老师的国展，会当讲是集合了一生当中侪伊优秀的作品，伊也欢迎着各界贵宾前往欣赏，去感受艺术的氛围。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
为着要互需要长期照护的民众，伫咧厝内嘛会当得到气科的服务。对101年开始，健保也将到厝的气科服务来列为给付的范围内底。新台病院伫咧今年度5月份也开始实施，并教导照护者要安怎正确帮病人洗喙齿。透过下面的报道，咱做回来了解。对着需要长期照护的病人来讲，喙齿的清洁也是相当重要，因为不但有可能影响糖尿病患者伫血糖的控制，也会增加中风加吸入性肺炎的风险。所以新台病院也伫今年5月份开始，由口腔医学部甲其他护理所合作，到病友的厝内进行气科的服务。到在牙医的服务的话，主要的对象就是有一些特定的声音障碍，那包含一些可能是重度以上的声音障碍啦，然后有一些自闭症啊，或者是重度重要器官障碍，或者是失能脑炎等等，就是那他看牙齿可能本来就有困难的，现在他又因为身体行动上不方便，需要没有办法外出就医的，那有牙科的医疗需求就可以提出申请。那申请以后，那如果牙医全联会通过以后，就会有牙医师和医护人员过去做到台前的访视。那看完以后，我们看他的状况，如果状况比较简单，没什么大问题，可能口腔清洁教一教，那他就 OK 了。那如果说比较复杂了，不管是因为身体机能的问题，或是口腔问题的比较严重，那可能会建议到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治疗会比较安全。新台病院特殊需求者气科示范中心的医师也特别亲自示范帮病人洗喙齿的方式，强调照顾者每天只要用5分钟的时间，帮病人做清洁的动作，得当维持喙齿保健。我们会提出一个5分钟的问题，就是说，第1分钟你先把他嘴巴里面原来有的病人因为东西没有吞下去，或是有一些口水、有一些痰卡在你的里面，先把这些东西清除出来。清除完以后，进入剩下的过来的3分钟呢，是把你还有的牙齿不见得你都没有牙齿了嘛，还有的牙齿用牙刷来把牙齿刷干净。那最后的1分钟，其实刷牙3分钟非常够了。那最后1分钟，你做最后的一个整理，把口腔里面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哪个地方没弄到，把它弄干净，然后给它保湿，嘴唇擦个护唇膏，那这样就完成了。医师指出，长期倒伫病床的患者，就算是用鼻胃管无透过喙食物件，拢爱做好口腔的照护，才当预防疾病的发生。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好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28度至33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7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